马祖正重视光害，2021年时，联港关有通过咱台湾头一个有主题条例来管制光害更有针。即马呢，因阁想要伫咧这个月底，伫北港设台湾第2座国际暗空公园。预计上岛前，其实1个礼拜就要密切关注，因为马祖是海岛，所以天天的变化非常的大。来来去去，伫咧网络观察月娘，看海洋的关度，又搁爱看天气、云、高、夜报。从它的高、中、低3个不同高度的云蔽率来看，说今晚是不是有可能是会有良好、晴朗无云的天气。要去到大坵岛收集天气资料进前，爱做足侪功课，爱提早报备，也着看天公伯的目色。3月27暗，军队马祖大坵岛暗空公园计划协同主持人，今年30回黄开洋，对北港顺利去到大坵岛，用2点多钟的时间，加强受8个所在翕拍30张的天气观测相片。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源强度下，大概是19，快靠近20。对，那一般来讲会希望标准是到21.22。黄开洋讲是望乌阴，不过光害少，用星空品质机器测到的结果算袂歹，显示中国渔船夜间掠鱼光害的情况有改善。不过要达到国际暗空协会认证，平均的升顶要达到21.22。北港的路顶设备也着爱改良，目前已减50%的光线，达到第1阶段减光做目标，希望拼今年4月份通过国际认证。以我大游人来讲的话，当然是希望推得动啊，对不对？总是多一项资源嘛，就多一个吸引人的那个诱因嘛。未来呢，真的成为暗空公园的话，它具体在法律上面就可以在大邱将来有桥梁建好以后，我们可以透过光害的管制办法，然后让整个岛上在做观光油气的开发同时，也能确保还能保有这样子一片美丽的星空。大坵岛在1992年结束阵地政务了后，这几年真做煤回落的天下，加上无人带，马祖特有种珠光、火金菇也在咧遮生团。马祖风景管理处表示，希望疫情等好，邀请美国 IDA 委员亲身勘验，和大坵岛在咧合盘山了后，真做台湾第2座、东亚第5座的国际暗空公园。委员会使来。我相信应该做顺利的，我们会使摕到认证，能唤起对岸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环境，能够重视。连江县政府即马当伫咧规划对北港到大坵岛起一条桥，促进当地发展。风管处强调，一切以保护大坵岛的生态、自然资源为优先，也期待大坵岛有天星最派岛屿特色，量早善用到国际。记者阿敏珍、丁玉水马祖报道。